翻嚟新聞時間，佔領行動持續超過半個月，仍然未有解決跡象。大批反佔領人士同的士司機下晝去到金鐘佔領區，部分人用刀等嘅利器嘗試拆走路障，一度引發衝突。警方拉咗最少3個人。黃曉瑩報導。幾十個戴口罩嘅人士，大約1點半一齊衝出金鐘道。佢有刀㗎，阻住香港嘅頭盔。用鉗拆走中銀對開嘅鐵馬陣。停手啊！喺度做嘢。我阿 Sir 有利器喎。將一個個鐵馬拉走。警方制止。將其中一個人制服。又出動警棍戒備，有女警上前制止。冇嘈嘅。問你係邊度？同一時間，10幾架的士由中環遮打花園方向駛入金鐘道。司機要求開路。每日最少做少3成生意。你今日有幾多人嚟啊？都有100幾200架車，但係佢唔俾我哋入嚟。我哋係有喺後邊有支援咗後邊㗎啦。駛到力寶中心對出嘅金鐘道嘅時候，有人衝上前扯走鐵馬陣上面嘅雨遮。有人繼續用利器拆鐵馬，同留守鐵馬陣嘅示威者發生衝突。衝突範圍不斷擴大，幾百名反對佔領嘅市民去到金鐘道，逼近佔中人士鐵馬陣防線。佔領人士扶住鐵馬，舉起雙手示意和平示威。警方嘗試築起人牆，將佢哋分隔，又向反佔中人士舉起黃色警告牌。有人向警方投訴：你哋全部香港仔點做嘢啊？我唔一定要呢一刻拉人，知唔知啊？你睇我幾多紀律先啦！雙方對峙大約1個鐘，警方要求佔領人士開金鐘道行人路，俾反佔領人士離開。警方築成人鏈俾佢哋走。自發喺網上睇到嚟參與呢個活動嘅學生去民主爭取，我哋都知道作為市民，但係唔應該霸條路作為一個籌碼同政府去交。戴口罩我唔知喎，我冇睇過呢喎。拆鐵馬正常啦，我都去拆，我都想去拆。差唔多同一時間喺金鐘道另一邊夏慤公園對開，有另一班司機同佔領人士衝突。我哋養家㗎，個個都養家㗎。有貨車停咗喺金鐘道上面，示威者話有人將佢哋嘅障礙物搬上貨車，所以包圍貨車。最後警方護送之下，幾部車駛離現場。有線電視記者黃曉瑩報導。警方事後帶走咗10幾個戴口罩嘅人上車，其中一個14歲嘅男人黑布蒙頭。警方話，下晝喺金鐘嘅衝突之中，最少拉咗3個人，年齡由18至到47歲，涉嫌普通襲擊同藏有攻擊性武器。入夜之後嘅金鐘道陸續有集會人士運嚟咗幾沓嘅卡板，佢哋又用鐵錘同釘將木板砌成3角形嘅障礙物，加重路障防線。期間亦都有多個人抬咗幾十支竹去到現場，大部分人都戴上口罩。幾十人之後喺馬路上用索帶將竹枝搭成棚架，又用垃圾桶、水馬同雪糕筒砌成4方形嘅大型路障。
金鐘道嘅佔領人士之前曾經提出交換條件，要求重開被稱為公民廣場嘅政總東翼廣場，但政府就表明唔會考慮。佔領人士話：如果政府重開政總東翼廣場，佢哋願意開通返金鐘道。但政府發言人回應話：東翼廣場係政府總部嘅一部分，主要係俾車輛出入同上落客。大量人群聚集會嚴重影響到政總嘅運作，構成安全風險，所以唔會考慮開放嘅要求。政府又建議佔領人士使用天馬公園、維園草坪、中西區海濱長廊同旺角麥花臣遊樂場，結束喺馬路非法集結，以免繼續影響到市民嘅日常生活同工作。學聯同學民思潮對於政府嘅決定表示遺憾。警方下晝曾經表示會移除怡和街嘅障礙物，又喺銅鑼灣集會嘅人士用水泥加固路障。喺怡和街同百德新街交界，有集會人士將水泥放入水桶，再綁喺鐵馬上，以加重鐵馬鞏固路障。有集會人士話，將水泥放入水桶再綁喺鐵馬上，係為咗避免鐵馬被破壞。亦都有集會人士用保鮮紙同強力膠加固鐵馬陣，期間一度引起路過嘅市民斥罵。警方朝早分別喺中環、金鐘同旺角多個佔領區拆除咗部分路障，開通最少7段嘅道路。警方表明唔係清場，又唔止問報道中區清除障礙物嘅情況。朝早7點半，大批警察去到中銀對開紅棉路，拆走一排排鐵馬。有走得。咁大家留意，我哋今日唔係嚟清場嘅，我哋只係拆除啲障礙物，阻礙條路嗰啲障礙物啫。咁亦都攞翻嗰啲政府嗰啲有關嘅工具或者財物。另一邊最多示威者留守嘅金鐘夏慤道，幾十名示威者喺前排手翹住手，攔住馬路同警方對峙。警員拆走障礙物，搬走示威者嘅帳篷。後面嘅示威者隨即將鐵馬、水馬組成另一個鐵馬陣，再封住條路。好多人都瞓緊覺，唔知發生緊咩事，過嚟睇咁，但係睇咗之後都係冇，因為佢已經好多警察喺度搬緊啦，咁都做唔到啲咩咯。佢會設立一條防線啦，佢話佢會拎走晒佢哋嘅嘢啦。咁你唔會知道佢會唔會有進一步行動啦嘛？喺警察嘅防線對開，示威者就架起咗一啲帳篷，亦都帶埋一啲台凳喺度稍事休息。我哋只係守住喺度，唔係攻擊警察。同一時間，中環大會堂對出干諾道中同樣有警察同示威者對峙，警方不斷增援。大約9點半，即晨道轉出干諾道中通班車。有線電視記者吳子敏報導。喺旺角清晨6點，警員到旺角道同彌敦道交界拆走部分路障。百幾個本來喺亞皆老街嘅佔領者趕到，指責警員冇事先通知佢哋。警員解釋係想喺返工返學繁忙時間開出旺角道其中一條行車線。佔領者之後用木板同竹枝填補路障嘅缺口，警員並冇阻止。特首梁振英喺廣州見傳媒，重申唔會，亦都唔需要辭職，又表明佔領行動唔可以長此落去，要喺可行嘅情況之下恢復社會秩序。由聶佩琳喺廣州報導。1日前，梁振英話自己落台都解決唔到問題。1日後，佢重申唔會，亦唔使辭職。我唔會辭職，亦都唔需要辭職。咁我已經表明咗自己呢方面嘅心跡。無論邊個做行政長官呢，我相信人大常委亦唔會做出一個不符合基本法、不符合之前嘅人大常委決定嘅一個決定，嚟到規定2017年香港普選嘅框架嘅。咁所以呢個並唔係一個人嘅問題。梁振英話：施放催淚彈係警方前線指揮官決定，
叫停催淚彈，佢就話有參與成個形勢。究竟佢幾時介入，幾時唔介入呢？警方行動嚟講呢，唔係特區或者任何一個地方嘅政府佢行政首長下命令佢應該點做，無論係應付一啲突發性嘅治安事件，牽涉嘅人數少，又或者呢係一類咁樣嘅大型嘅群眾活動，牽涉嘅人數比較多，都係現場嘅，呢個係常識嚟嘅，都係現場嘅最高負責人由佢哋決定佢哋下一步點做。咁所以呢，呢個基本係一個常識嘅問題嚟嘅。佢又話已經進入第16日嘅佔領行動，唔可以長此落去。喺可行嘅情況底下，我哋都希望呢能夠盡快讓社會各個方面呢回復正常，唔係淨係因為社會上嗰個民怨嘅問題，而家呢種狀況呢唔能夠呢係長此下去嘅。今次係梁振英自10月3號以嚟首次公開見傳媒，佢解釋工作好忙，佔中亦令到行政會議改地方，令佢冇咗見記者嘅機會。有線電視記者聶佩琳喺廣州報導。天氣方面。